做定柑仔家居市不做车食饭慈善活动，自104年开办以来，其中因为疫情停办3档以外，今后在年头持续关怀弱势族群。今年伫柑仔家居市停车场广场举办，以澎湃菜色、款待做定顶山区家受力好、家友、新众团体、边缘户家庭、教养机构等弱势朋友来吃团圆。佛祖请吃饭是柑仔家居市的传统，已经有20多年了。原来我们在服务台南市街友的时候啊，想说给街友一个岁末围炉的机会啊，鼓励他们能够回家。那由于每一年的人数逐渐的增加，所以也把服务的范围扩大，从街友、老麻、疾损，还有弱势家庭以及儿少等等，那就做到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程度。佛祖请吃饭啦，其实是小事啦。那么这一件小事所要彰显的是唤起大家的爱心，抛砖引玉，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平安、更欢喜。市长委替叶青玲现场致上新春的祝福，并发送新年红包。伊表示，抗疫日益地动，早互南西、药济、左定等地区居民相当不便，加在有不做保佑人员平安。感谢柑仔家居士加蒋阳基金会弘扬不做爱人的精神。0121地震的关系，所以说很多民众生活不便利，在山区上左镇也有一些灾害那预警南溪也都有，但是我们市府也都很快的时间内开始发放这个慰助金，这个贴红单贴黄单的民众都有收到一些慰助金，但是呢，很多民众这个房子没有损害，但是事实上因为受到一些惊吓，家里的一些器具有一些损失，这部分也谢谢许多慈善团体，他们都一直在帮忙。那像慈济、像蒋阳都一直在做社会公益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恩。这次不做请食饭，总共宴请1200人，并每人发送3000块，希望让弱势朋友在寒冷的季节，嘛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